好，各位同學，咁我哋嚟即刻睇一睇啦。2024年 DSE 嘅卷嘅題目啦，同埋個資料嘅係啦。咁呢個係資料冊啦，咁兩份都要睇嘅係啦。咁記住啦，去立下限去望一望啲資料究竟講啲咩先啦。係啦，咁有3份資料啦。咁我哋睇咗第一題先嘅。好，咁第一題啦，呢度根據資料 B 試就義務教育同埋高等教育嘅發展分別描述一個特徵。咁即係話呢，你要講一個義務教育同埋一個高等教育咯。咁所以我哋而家好快睇一睇翻個資料冊入邊啦。資料 B 即係呢份係啦。咁一見到呢啲年份呢，係啦，2018年去到2022年呢，咁你大概都會估得到佢係想即係考考你識唔識嗰個趨勢嘅轉變咯。咁頭先咪話有2個 point 嘅，第一個呢就係義務教育啊嘛，第二個呢就係高等教育。咁所以呢兩方面都需要去分析嘅。咁我哋睇咗第一個先啦。咁義務教育先，呢度係啦。咁義務教育嘅轉變係乜嘢呢？你見得到佢有學校數目同埋在校學生人數以億人計嘅，咁所以兩方面都要計嘅。咁其實立下眼你都見得到啦，2018年去到2022年，咁係上升定下降啦？你都好明顯見得到個數字呢係跌咗嘅，學校嘅數目。OK，咁學生在校嘅學生人數呢，即係就反而呢係升咗嘅。1.50去到1.59嘛，係咪？咁呢度係升咗嘅。咁高等教育嘅情況啦，高等教育呢，學校嘅數目呢，你見得到呢，佢又係升咗嘅。係啦，咁喺學校嘅學生人數呢，以萬人計嘅話，高等教育即係高中以上㗎啦，咁佢都係升咗嘅。OK，咁所以你見得到啦，咁喺義務教育入邊係得學校數目呢度係跌咗咯，咁其他都係升緊嘅。咁咧你見得到啲年份趨勢咧，你都要即係計一計個percentage 嘅升跌咯。咁當然你都可以用減數加減嘅，咁但係做得好少少就最好計個 percentage，但唔好計錯嚇。咁所以我哋做咗第一個特徵先，就係義務教育嘅趨勢啦。咁學校數目先啦，學校嘅數目咧。係啦，咁就由2018年去到2022年，頭先即係都見得到係跌㗎嘛，係咪？咁點樣計佢呢？咁就係又係嗰個 concept 啦，新減舊除舊乘100咁樣啦。咁新嗰個係咩數呢？係呢一個嘅2022年，係啦201,600，係啦，咁減翻2018年呢一個數啦，係咪？然後就揾翻2018年嘅基數，即係都係呢一個啦。00係啦，咁就乘翻個 percentage，咁你就會得出，咦，佢係一個負數嚟，因為佢真係跌咗啊嘛，佢係跌咗5.7嘅 percent 咯。咁所以你見得到啦，咁第一個特徵就係義務教育入邊嘅學校數目呢係下跌嘅。OK。學校數目係下跌嘅。咁第二個啦，就係呢一度啦，在校嘅學生人數以億人計，咁係點樣呢？都見得到係升㗎嘛，係咪？但我哋都要計一計個數嘅。係啦，咁就由2018年去到2022年啦。係啦，咁個學生人數係由1.50上升去到1.59嘅。咁又係好簡單，做少少數據運算啦。1.59減1.50，係啦，然後就除翻呢一個1.50。OK， 咁你就會得出一個6% 嘅升幅，佢升咗6%。OK， 咁即係話你揾得到咯喎。義務教育佢嘅第一個特徵就係學校數目。係啦，義務教育嘅學校數目呢，其實係下跌咗5.7% 嘅，由2018年去到2022年。咁調翻轉頭啦，喺學校嘅人數以億人計啦，就係升咗咯，升咗幾多呢？係6% 嘅升幅咯。OK， 呢個係學生人數啊，係義務教育入邊，咩叫義務教育？佢都 call 咗俾你嘅啦，由小學6年班一路去到初中咯，得嘛？初中 OK， 咁即係中四、高中嗰啲唔計嘅。OK， 好，呢個係義務教育嘅特徵啦。咁你都要睇埋隔離嘅喎，我哋要全面運用數據啊嘛，係咪？咁佢第二個 point 就係問你第二個特徵係啲咩嘢，咁所以你都要睇埋呢一個高等教育。
係啦，高等教育嗰個情況。咁高等教育啦，頭先咧都見得到咧，佢有兩楷咧，又係高等教育呢度啦。呢個第一個，呢個第二個。好，咁我哋睇一睇高等教育呢一 part 係啦，點樣計啦？又係一樣，其實立下眼你都見得到噶啦。由2018年去到2022年咧，學校嘅數目咧其實係升咗嘅，係咪？呢個數由2000幾去到3000幾，其實好明顯都係升咗嘅。在校學生人數以萬人計咧，其實都係升咗嘅，兩者都係升。OK，咁所以你都要做少少嘅數據運算啦。係啦，由2018年去到2022年，係啦，高等教育嘅數係點樣呢？咁都係一樣噶啦。高等教育嘅學校數目係3013，即係呢個數係啦，減翻2663 over 翻呢一個基數2663乘100%，咁你得出嚟呢？佢究竟你話佢升啊嘛，係咪升咗幾多呢？咁佢升咗13.1%，同埋學校嘅人數其實高等教育入邊呢，其實升咗係啦13.1%嘅。好，咁啊喺高等教育入邊嘅學校在校學生人數又係點樣嘅呢？嗱，同一道理都係咁樣計啫。係啦，2022年係4655，係啦，咁啊去減翻2018年嘅數啦。OK， 除翻353，係啦，跟住再乘翻100%，係啦，咁所以咧佢嘅升幅咧係21%。係 OK， 都係上升嘅，咁啊升咗咧21%咯。係啦，咁所以其實你結論咧，第二個特徵都係好明顯嘅。高等教育嘅學校數目由2018年嘅2633上升去到2022年嘅3013，係啦，升幅咧係有13.1%。好，咁啊。另外啦，高等教育在校嘅學生人數啦，咁就係以萬人計啊嚇，又係2018年嘅3833上升去到2022年嘅4655，咁升幅咧亦都係達到去21% 咯。OK，咁所以咧你見得到有兩個特徵啦，一個咧就係頭先同你哋計嘅義務教育啦，係啦，學校數目係跌，學生人數係升，咁講翻個 percentage 啦，呢度就跌咗5.7%，係啦，咁啊在校嗰個咧就升咗6% 咯。OK，咁啊高等教育嘅學校數目升幅咧就係13.1%，係啦，在校學生人數咧就係升咗21%。OK，咁你見得到兩個特徵㗎啦，無論係義務教育又好，或者係高等教育又好。OK，咁就可以答到第一題㗎啦，係啦，義務教育同埋高等教育分別一個特徵。